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国民党和民众党伫即摆选举的时，拢有表态讲支持核电。也若选刷了后，两党即摆伫立法院新的席次人数加起来是国会的过半。安尼因敢的合作来推动修法，互核电厂继续捧。台电表示，因会遵守国会决议。也毋过，北海岸反核团体是坚定反对的立场。也若核三厂是伫恒春，镇长是讲有7%-8%的民意是支持伫安全的前提之下，会当继续捧。民进党伫总统大选选赢，但是失去伫国会席次过半的优势，敢互非核家园未阁是未当改变的铁板吗？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16伫年尾记者会讲，针对核电会甲资料准备好，向新国会来报告，嘛尊重国会的决定。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？台电是公营事业，台电会 follow 政府跟国会的决定。核电厂的延役上万爱伫执照到期进前5年提出申请，核3 1号机的运转执照今年7月到期，根本就未付申请。想要改套，就要修正核子反应器实施运转执照的申请审核办法。若是选前拢表态支持核电的国民党和民众党，伫国会联手修法并无困难。对这为核3厂的恒春镇，镇长讲伫安全前提之下，多数民意是支持延役。我们一定是赞成延役的啦。乡亲们也大概都是这样啊，7-8成以上都赞成。北海岸反核行动联盟同款是中心反核的立场。执行长郭庆林讲，选情是接待过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等人，呼吁卖提欠电，照顾核电厂延役的借口。用缺电为借口，实际就是永和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等着被退去暖。若想要延役修法只是第一关，假使顺利修法通过，搁要进行一大堆安全审查，需要偌济时间是真歹预估。必须要提出老化的管理跟老化管理方案，以及安全强化措施等，送到核安会来审查，确认机组的状况可以符合持续安全运转的要求。除了安全关卡已经停机的是2厂，阁需要新北市政府通过相关计划审查，才有可能启用大式的收矿场，甲放伫炉心用过的核燃料棒提出来。这件代志，台电和新北市政府已经伫法庭互相控诉，核电延役有真侪关卡，就看新国会新气象，落尾敢会去选含非核家园连岛边的迄个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